来看刑事局抓到一个假做检警的诈骗集团，而且这个诈骗集团分工真诱导，因结合人头的手机号码箱、金主、地政书、甲看交仔的，拢总24个人，用假检警的身份来骗老大人，讲要替时代保管资产，骗受害者交出金融卡甲银行的口座。过来咧，假造文件去申请贷款，领侥幸钱，成做一个真完整的诈骗产业链。警方讲，目前9位受害者拢是老大人，而且这个诈骗集团一声就骗走8000多万。警察，来熄火！警察早就已经伫咧现场埋伏，锁定诈骗嫌犯的行踪。等到嫌犯准备出门，随家砸落来。警察，来，先下来一下。车内嫌犯吊车惊，搁袂赴反应，就互警察随要求落车配合调查。这保险库里面有291.666万。这个嫌犯是假检警诈欺集团成员之一。今年1月到6月，警方伫咧台中桃园抓到人头门号箱，幕后金主、大师以及看狗仔拢总18人。继续追查源头，伫咧9月到10月中间，锁定集团主嫌。伫高雄，搁查到6名的共犯。调查发现，诈骗集团先假做检警，骗民众勘涉刑事案件，佮讲要替被害者保管资产，爱受害者交出银行口座，再搁提供资料去伪造文件、申请贷款、领查仔钱，形成一条完整的诈骗产业链。诈欺集团的诈骗手法涉及了2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用假检警的名义，第二个部分是用假投资的名义。那全案总共有逮捕了24个犯嫌，清查出9名被害人，财损总共有8000余万元。而且警方也讲，9位受害者拢是时代，拢是把厝客交予诈骗集团提起贷款。警察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因为涉案要交付现金做保管，或者提供提款卡。那如果有接到这类电话，一定就是诈骗。警方提醒检警单位，绝对袂讲要替民众保管口座，接到可疑的电话爱冷静查证，也爱敲165反诈骗专线通报。记者李亚选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